OK，咦，我三門仔有班朋友。介唔介意我拍你朋友先好啊？啊，好啊，你拍，啊 OK。 ，OK。今天我請到一個香港歌手鄭家寶，哇！大家都屬雞嚟嘅，姐姐嚟，但係我哥嚟嘅，啊，得，我諗住都俾啲嘢就俾個平台俾佢，啊，等佢開做開做，啊，一班年代啊，相同其他各方面嘅嘢，啊，着冷眼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光輝，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不知不覺已變淡，心裏愛。要讓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。又怕有一天會跌倒，為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香港二手居歌手鄭家寶小姐，啊，登台嚟到嗱，睇先喎，為佢冷卻了咁俾到交個平台俾佢用，啊，風雨裏追過，霧裏分不清影蹤，天空海闊你與我，可會變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？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只有你我，每日高唱我歌，走遍千里。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又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哪會怕有一天會跌倒？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。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？啊，有班朋友嘅。